讲到这疫情影响到民生经济，行政院敢有可能照旧年的模式发展行管理？就在野党和民间团体认为讲，政府爱发现金先救人，才法度救经济。行政院敢有要照旧年3倍券的模式，搁发振兴券来救餐饮、旅游等等业者受到真济关注。不过，搁有一派认为应该普发现金，先予民众摕到救命钱，再来考虑救经济。把20%高所得者排除之外，是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全面性普发，让劳工跟弱势者不要再被制度成为纾困孤儿的。这个状况哈，台湾无条件基本收入协会嘛用美国、日本等国家的现金纾困经验，认为发现金是上紧、上简单的。对于缺乏现金的人来说，拿现金去购买日常必需品，那这个现金对他来说就是纾困。非常需要依靠金流来周转的话，那这个现金就是他维系企业经营的命脉。目的是要刺激内需，要去帮助这些景气受难景气不好影响比较大的行业的时候啊，那这时候发现金的话，未必能够真的是会全部用到这些内需的这些方面。不过立法院民进党团表示，各部会拢有各种纾困措施，予民众申请。即马上重要是救类似型产业，无若都愈济人失业，要发多一款就要考虑上大的效益。记者陈嘉文调水采访报道。